兄弟姊妹平安，真欢喜，主日的早起，咱又来到圣殿，而且敬拜俄罗。特别今仔日是咱的福音主日，就是咱的乐团会同工来主持这个礼拜，伫中间来分享上帝话语，分享因生命的经历。咱要将今早起的敬拜恭敬交托伫主的手中，荣耀主的名。来，咱来看圣诗42首，圣诗42首。 我的目睭要加悬来望山，咱吟第一节甲第4节。啥？我的目睭要加悬来望山，希望我主，我的帮衬。 第4节，主保守你，免受一切灾害，属你活命。主保守你，予你生命无碍，心心安定。主要保守你，春日的平安。 来看348首。我踮伫主的听头，咱要吟第1节甲第3节。我踮伫来好，来第1节吼，背来请。 我踮伫主的听头，心拢无惊变迁，这款心可真稳当，一切永远无变。世俗是命风扬大，我心拢。 心必保护我，何必烦恼惊吓？第3节，七吹草坡的头前，虽然也未看起，本来安分也体贴，无辜要变强。 我心希望无限量，通行我命路天。我宝贝的手手着，伊要甲我同行。请咱平安心来礼拜。
trembles at his voice, trembles at his voice. How great is our God. Sing with me, how great is our God. And all will see how great is our God. And ash to ash he stands, and time is in his hand, beginning and the end, beginning and the end. The God is three in one, Father, Spirit, and Son, the Lion and the Lamb, the Lion and the Lamb. How great is our God. Sing with me, how great is our God. And all will see how great is our God. Name above all names, worthy of all praise. My heart will sing, how great is our God. Name above all names, worthy of all praise. My heart will sing, how great is our God. How great is our God. Sing with me, how great is our God. And all will see how great is our God. Is our God. Sing with me, how great is our God. And all will see how great is our God.恁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伊会帮着咱讲起伊的荣光，伊万百姓着咱讲起伊的奇妙所做，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着极大的侮辱。信息42首。我的目睭要夜悬来望山，我的目睭要夜悬来望山，会众请起哩黄丝。我的
请咱游玩起来用使徒圣经来做信用告白，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死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因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罗英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面，伊要伫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的高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第六篇。启应文第六篇。我来起。大家来用。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互我的灵魂静音。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伫地。伫我对峙的面前，你引诱我的头壳，恩典甲慈悲，的确缀我到一世人。咱同心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阮的主，感谢你伫看顾阮经过一礼拜的时间。当今仔日是主你所赏赐互阮的安息圣日，互阮有份来到你的圣殿中敬拜你。虽然阮有人因为家庭上、工作上、身体上的需要，无法度来到你的圣殿中。阮也要恳求你有缘赐福伫因的身上，甲因的家庭，互因拢平安顺遂。阮的主，你讲，欢喜的心是好药，忧伤的灵互骨孤单。恳求你来释放阮心中遐个无爽快，互阮心中的无爽快拢通对主你来讲。阮的心对打开是有新的变化，互阮拢充满你的恩典。互阮所有的一切拢交托互你，愿一切荣光拢归予爸上帝。阮的祈祷、恳求、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乌鲁，咱请建成乐团，因要唱的诗歌是《在主身旁》。身旁，我看见你暖心容颜，在主身旁，我听见你温柔诗篇，在主身旁，我感受你佳话恩典，牵我走过旷野之地，你荣耀彰显，一起走越过高山低谷，每个步伐有你，一起看月里沧桑繁华，遍地充满美丽。一起跳欢喜救主恩典，浇灌无可代替。一起唱赞美歌声缭绕，宣告永不止息。
暖心柔绵。在主身旁，我听见你温柔诗篇。在主身旁，我感受你加华恩典。牵我走过旷野之地，你荣耀彰显。一起走越过高山低谷，每个步伐有你。一起看月里沧桑繁华，天地充满美意。一起跳欢喜救主恩典，浇灌无可代替。一起唱赞美歌声亮，老宣告永不止息。一起走越过高山低谷，每个步伐有你。一起看月里沧桑繁华，天地充满美意。一起跳欢喜救主恩典，浇灌无可代替。一起唱赞美歌声亮，那宣告永不止息。你曾经一股心只往前，双手一摊生无可恋，三手四脚不想听见，似是而非你我难辨。是真是假，是你是我，是对是错，是左是右，太多声音我听不见。向北向南，至少漫完分世，记住心知肚明，只靠自己，你百口莫辩。曾经何时，只要愿意放下自己，像个孩子躺入怀里，不管多远，他会牵你，不再左右举高举手，不用再哭泣。听，别人口中那甜蜜的家乡，看，就在这里不苦难冷冷，绿色不息不想永远在主身旁。一起走越过高山低谷，每个步伐有你。一起看月令沧桑繁华，天地充满美意。一起跳欢喜救主恩典，浇灌无可代替。一起唱赞美歌声亮，让宣告永不止息。一起走越过高山低谷，每个步伐有你。一起看月里沧桑繁华，天地充满美意。一起跳欢喜救主恩典，浇灌无可代替。一起唱赞美歌声亮，让宣告永不止息。在主身旁，我只想永远在主身旁，我只想永远在主身旁，我只想永远在主身旁，在主身旁，我只想永远在主身旁，我只想永远在主身旁，我只想永远在主身旁。圣经，今日上帝的话记伫启示录第1章第1节到第4节。我来读。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所予伊来指示伊遮的路步的，就是要紧紧遮的事。伊就托伊的天使去指点伊的路步。约翰，约翰就是将上帝的道甲耶稣基督的干净，既拿伊所有看见的来做干净。凡若读甲听遐个参悟来守其中所记载的，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啊。约翰寄批予亚细亚7个教会，愿你得到稳定平安。上帝话读到遮，正道，咱请姊妹牧师，伊的题目是见证上帝的作为。各位兄弟姐妹平安，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无论是徛伫关山，还是正在经历死荫的山谷，主。你的推，你的管，拢安慰阮。你甲阮三甲伫地，互阮有气力，照主你的旨意来行。今仔日来继续恳求主，恳求主帮助阮用信心来回应。主，你借着信心要咱所讲一切的话语，互阮借着对你的信靠，互阮借着主你爱阮所听见的。主，阮用信心来回应主你的听，互阮用信心来继续甲主同行。主，你也甲阮同行。
主，阮伫你的内面，你也伫阮的内面。感谢主，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因为今仔日是福音主日，有真侪福音朋友，也有小朋友，伫咱的中间，所以永稳牧师今仔日讲道，特别用华语来讲道。我想这几年来，北韩在试射飞弹的频率相当的高，让邻近的国家像日本、韩国，其实他们都绷紧神经。那在今年初又爆发了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在这场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对台湾的武统的企图，用武力要来统治台湾的企图，也更加的明显跟高涨。不论是北韩还是中国，一直以来，其实这两个国家，他们对于周边，特别我们亚洲、东亚这边邻近的国家来讲，就好像是一颗随时会引爆的炸弹。因为我们无法用理性的思维去判断他们会做怎么样的决定，也就是说所谓的不按牌理出牌。最近在中国北京有一个消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在中国北京的一座天桥上发现了有人就是拉了一个抗议布条，就是抗议习近平啊等等的布条。当然很快的，这个拉布条的人很快就被抓去关，相关网络平台也马上就被那些消息马上就被封锁。北京当局的反应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点都不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对于一些在当地的民主自由斗士来说，除了勇气，他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智慧。以启示录的时代背景来讲，当时的基督徒为了要持守真理，就好像在中国我们要坚持自由民主的信念一样，处处充满了危机，稍一不慎，牺牲自己的性命事小，还有可能会引发一连串的迫害跟冲突。上帝相当清楚，使徒约翰他在第1世纪末所面对那个庞大又专制的政权，因此上帝他所启示给约翰的信息，以及他让约翰所看见的那些种种的异象，就好像我们所谓的摩斯密码，就好像摩斯密码一样，只有明眼人或者是内行人才看得懂。紧接着，在经过好几个世纪的混乱，历世历代有许多的神学家、许多的学者想要一探启示录的究竟，到底启示录里面所写的那些意象，以及对众教会所说的那些话，具体来讲，到底是指的是什么一回事？到底哪一些是其实已经发生了，哪一些是还没有发生，哪一些就是属于未来的预言？不知道，众说纷纭。因此，有许多人就纠结在启示录里面所要传递的真相。许多人深陷在经文的无理物里面，大家就在那边争来争去，到底这个是指什么？7碗是什么？7印是什么？7号又是什么？好，那个龙又是什么？妇人又是什么？有些人自诩为先知，有些人自诩为先知，然后用自己的意思要去强解那一些意象，并且还妄加揣测、去臆测，甚至还蛊惑信徒去听信他们说：“我说的这个就是未来的预言，就是上帝要对未来的预言。”许多人自诩为先知啊！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意志去做选择，也给我们充分的好奇心去追求新知。自由意志跟好奇心是上帝给我们人类非常宝贵的礼物。当我们懂得敬畏上帝，享受在与主同在美好的团契里面，我们就会善用这一些来与主同行，成为在基督里无愧的工人。就好像一开始起初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希望他们能够用他们的自由意志来管理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可惜的是，从他们开始就滥用了好奇心，他们对生命树上的果子、善恶树上的果子非常好奇，也滥用了自由意志，他们失去敬畏上帝的心，于是他们就把善恶树上的果子摘下来吃。
导致一连串众所皆知的悲剧。因此，亚当所面对的试探也常在我们生活当中发生。对于上帝的作为，很多时候我们确实是在那个当下，我们确实是看不懂，也完全摸不着头脑。然而，在偷吃善恶果的这个后遗症的驱使之下，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允许自己毫无畏惧的，也毫无敬畏的向上帝要一个答案。我们毫无敬虔的想要跟上帝讨一个答案，常常允许自己毫无节制的向上帝所求无度。一旦上帝的回答不符合我们的期待，我们就可能会像亚当一样这样做这个反应，就是想要替自己伸张正义，以为自己可以跟上帝同等，甚至向上帝质疑说：上帝啊，你看你做了什么好事？你看你在我身上做了什么样的好事？然后就认为我再也不需要上帝，因为上帝你做的我不同意，我们在此分道扬镳。使徒约翰从来不敢这么想，至少他在经历耶稣受难、遇见复活的基督之后，他再也不敢为自己做任何的盘算。他只知道他是属基督的。我们都知道，在耶稣还没受难之前，约翰也想争做大卫，想要坐在右边、左边这样子的位置。但是在他遇见复活的基督之后，他再也不敢替自己做盘算。即使在他未来服事的道路上，我们知道使徒约翰他是最后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所有的使徒里面，他是唯一一个可以终老的，也是最后一个离世的。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在使徒约翰的漫长的一生当中，即使他的亲兄弟雅各是第一位殉道的，雅各是使徒中第一位殉道的，即使他的好同工使徒彼得也惨遭被钉十字架的酷刑，即使在他的一生里面看见基督徒一个一个的落难、殉道、被逼迫、受迫害，他也没有逼问上帝为什么。至少他没有任性的说：上帝啊，你若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我不要再服侍你了。这条路有什么意义？这一些人，我的同工、我的同伴、我的弟兄姐妹，一生一世为你这样子奔走，可是他们竟然落得这样的下场，我看不下去。我不想承认你是我们的上帝。使徒约翰他不敢，他没有。使徒约翰是耶稣所拣选12门徒当中亲眼见证在整个大环境里面，基督徒为着要持守真理、持守真道，他们所付上的代价。在他漫长又充满悲痛的一生，许多事，我们相信许多事都不符合他的期待，但是他却没有对上帝的作为产生疑惑，他也没有轻看在耶稣基督里被救赎的恩典，更没有忽视在圣灵相通里那美好的团契。在启示录里面，上帝说：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今天有2位姐妹要来见证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上帝借着在他们身上的工作要来向我们说话。其实上帝每天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工作，上帝也无时无刻的都在向我们说话。待会儿我们要听见证的时候，我们所当去探究的不是上帝为什么要让这些事发生，或者去问说为什么他们好像比较幸运，毕竟他们今天还站在这里可以做见证。我们所当探究的不是为什么，而应该去思考，当上帝让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用信心去回应。
我们该如何回应上帝？这才是我们要去注意的重点。首先，我们就请第一位姐妹来做见证，陈义丽，我们请义丽姐妹上台为我们分享上帝在她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以及她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回应，如何用信心来回应上帝的这一切作为。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义丽，我是第一次在建成教会拿着麦克风讲话，有点紧张。我从来不知道有一天我可以做什么见证，但是今天我可以活着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就是上帝对我最大的恩典。大家都知道，我有一段时间常常就是为了照顾我妈妈，就在嘉义跟台北频繁的往返。那时候我不会觉得辛苦或是疲累，一直到我的眼睛出现复视，就是看东西会有2个影像，然后常常头痛。然后我站起来的时候，就像血液会冲到脑部的感觉。那时候我回到台北就到马街要做检查，但是排在1个多月之后。后来就到3总去挂急诊，做了一连串检查，医生就跟我说，我的脑部里面有肿瘤，然后已经水脑，而且肺部也有肿瘤，脑部要马上开刀做引流，不然会很快就会陷入昏迷，昏迷可能就不一定会醒过来。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没有惊慌失措，然后我还怕我记不住，用手机录下那个电脑荧幕里面的检查记录和医生的对话，没有像别人一样有有晴天霹雳的感觉。那其实当下我也没有想过我可能永远无法跟家人没有意识到我可能跟家人都见不着面，也不知道要难过。后来知道家人其实那时候都已经很惊慌害怕了。那后来我转到荣总去开刀，还迷迷糊糊的，仿佛看到家人、我闺蜜还有牧师为我祷告，我就很放心的去手术。然后直到后来出加护病房转普通病房几天以后，我先生才告诉我说，他崩溃大哭了好几天。然后我的心情一直很平静。他说他没有办法像我那么坚强。其实我是把我自己交托给上帝，所以我就不害怕。但是如果遇到我的家人遇到这种状况，我应该也是一样会很忧虑。那我的女儿云杰，她那时候在台南，她不知道，她是一直到我出加护病房，在普通病房的时候，我儿子才告诉她。所以我后来脑部做加码刀的时候，她就来医院陪我。那陪我的时候，当她看到我的头上顶着一个很大的那个非常沉重的一个头盔，锁在我的脑袋上面，前后锁4个很粗的螺丝，然后要穿进头皮，然后他看到当下眼泪就掉下来。我永远记得那一幕。然后四周围了很多的实习生，还有医生跟他们讲解程序。我女儿很细心问我说：“他们有经过我的同意吗？会不会侵犯到我的隐私权？”我说：“没有，他们没有问过我。但是如果能让别人得到益处，我不介意。”
我在想，如果不是我的信仰，还有圣经里面的教导，我想我可能就只专注在自己的利益上，去提出抗议了。哥林多前书第10章24节，无论任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后来做完加码刀以后，我就要处理肺部那个肿瘤。可是不管是标靶的临床试验，或是免疫的临床试验，统统没有通过。前后后有半年多的时间，我没有做任何的治疗。但是虽然没有做任何治疗，我的精神体力还是很好。我的癌细胞没有变大，也没有再转移。那通常癌症如果在第4期或是有转移了，医生都不会建议要开那个手术。可是我的医生却建议我把它切除掉主要的肿瘤。那我也相信我的医生，所以我就切除了右下肺叶。雅各书第4章第15节，主若愿意，我们就能活着，也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那从得知我罹癌到我化疗到现在，我进进出出医院无数次了，我的心情是什么？我是想象不到的平静，不像我现在这么紧张。以前我总是想象说，如果遇到这种大事情，我应该会崩溃或是忧虑，结果我没有，出奇的平安呢。这不是圣经里面说的出人意外的平安是什么？而且我也不记得我做过几次化疗，医生说没有疗程，要一直做下去。感谢主恩典，因为化疗对我来说不是噩梦，我吃得下，睡得着，没有黏膜的出血，也没有恶心呕吐，也没有甲沟炎，也没有秃头，所以我很感谢主。除了就是我化疗回来当天会有一点鼻子过敏啊，中间有一点出一些疹子以外，眼睛会分泌物多，但是我都觉得那是排毒。虽然我现在脚会有点水肿，或是有一点膝盖有点无力，但是我相信主会赐给我力量去克服它。而且我也感谢主，我的家人、我的先生，他们都一直支持陪伴我。所以这些，我很感谢主对我是多么恩待我，没有让我这些副作用，让我好好的生活。还有一个就是在我的家庭经济方面，一直都是我先生一个人在工作上班。那我们每个月几乎都是透支的状态，但是我的保险理赔金就慢慢的陆续的一直进来，所以我们到现在一直都是不缺，是足够的。所以我很感谢，我相信主他必定会看顾，而且预备。那这2年多来，我一直都是平静安稳的吗？几乎是，但是我还是会受到撒旦的攻击，有时候就会莫名其妙的焦虑不安起来。然后，因为我平常都很平静，一焦虑起来就会觉得很恐慌、很害怕。可是当我意识到这种感觉的时候，我就会赶快寻求主的帮助，我会求圣灵充满我，我会宣告撒旦离开。
所以有时候会马上，我读经祷告完就会马上不见，但是有时候不会马上，但是会慢慢就平静下来了。所以我现在比较有病识感，就是常常会有圣灵的提醒，就是当我的心情莫名的忧郁，或是会有负面的情绪快要出来的时候，我就会寻求主到我身，与我同在，然后我拒绝恐惧，所以我才更加的依靠主。我是蒙恩的罪人，我以前常常有罪疚感，觉得主是高高在上的，我敬畏他，但是我不配跟他求。但是自从我从鬼门关被领回来，我不再只是敬畏他，觉得跟他更亲近，而且我更称他为我的阿爸父，很自然的就称他为阿爸父，也很能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恳求他的同在，求他带领我领我走在他的道路上。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当我们什么时候软弱了，或是说错话、做错事情，有圣灵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认罪悔改，求主赦免我们的过犯。我现在更明白，在爱里面没有惧怕，不要让那个恐惧和罪疚感拉开我们跟主的距离。要相信我们的阿爸父神，就像我们的父母，永远的接纳愿意回头的儿女。最后，我用诗篇23篇来回应我的心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引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我走义路。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都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阿们。谢谢大家。今摆要唱回应的诗歌，你是我荣耀。扶持我软弱，伸手牵着陪我向前走。主啊，重担为我挪，加添我力量，仰望荣面，你为我成就。求主怜听我祷告，我的忧虑你知道。所造，神知道我所需要，看见荣耀烛光照，只有你是我依靠，我大大呼求，全然交托，你比上次超乎所求，主恩典丰饶。我大大感谢，全然仰望，只
抱，看见你奇妙荣耀，大大呼求，全然交托。你比上司超乎所求，主恩典丰饶，我大大感谢，全然仰望，只想在主怀抱看见你奇妙荣耀。主啊，求你怜悯我，扶持我软弱，伸手牵着陪我向前走。主啊，重担为我挪，加添我力量，仰望荣冕，你为我拯救。求主垂听我祷告，我的忧虑你知道，你爱怜悯受所造，深知道我所需要，看见荣耀主光照，只有你是我依靠，我大大呼求，全然交托。你比上司超乎所求，主恩典丰饶，我大大感谢，全然仰望，只想在主怀抱看见你奇妙荣耀，大大呼求，全然交托。你比上司超乎所求，主恩典丰饶，我大大感谢，全然仰望，只想在主怀抱看见，我大大呼求，全然交托。你比上司超乎所求，主恩典丰饶，我大大感谢，全然仰望，只想在主怀抱看见你奇妙荣耀。谢谢伊丽姐的分享，非常的感动。接下来我们要请潘杰姐妹来分享她的生命见证。大家平安，我是潘杰。我是潘元跟吴雅玲的二女儿。对，然后，我今天要来这里分享我的见证。在今年的3月31日，我跟我朋友前往台中旅游。对，那当天我说我想要开车，对，就让我开这样子。那上国道之后，我行驶在最内车道。然而在经过苗栗路段的时候，就是忽然前方车子的物品掉落，往我们这台车飞过来，对。然后我当下就觉得我闪得过，我就很帅气的往右切到内车道，中间车道，对。然后当我一切过去，眼神一回来的时候，这个物品已经在我们这个掉落物就跟着我们一起到中间车道，在我正前方。那时候我听到我朋友说左边左边，对，然后我当下的反应就是我就是要闪掉它，所以我方向盘就往左打。然而就在时速大约那时候我大概记得是100多吧的状况下，高速撞上了中间的分隔岛。我们当下就连人带车从最内车道翻到了最外车道，对，然后可以看下一张照片，就是翻到最外车道的照片。
当下我不知道那个物品是什么东西，我只知道是一个很大的东西朝我这里，朝我们这台车，冲过来。因为那时候就是还不清楚它是什么东西，对。然后我往右，它也跟着我往右，对。然后当下之后知道是冷气的钢架吧，就是装冷气的一个铁架，对。我当下想说，这不是在电视上才会看到的事情吗？在国道上翻车，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样子？当下我忘记，我是转了2圈还是3圈，我只知道那时候我跟我朋友就一上一下，很像在坐云霄飞车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我其实，在当下我们转的当下，我没有太大的恐惧，因为我那时候就只有想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台中旅游毁了，对。然后第二个想法是完蛋了，我把我朋友的车撞烂了，就是他们家的车子这样子怎么办？要赔他，对。然后翻滚到最后面，在这个画面的时候，我是在上面，对，然后他在下面。当下停住的时候，我的恐惧感就来了。我就想说，后方的车子会不会追撞上来？对，我就是听到那个车的声音，咻咻咻，我就有点小害怕了，然后也很怕那个窗户会破，因为那时候已经裂掉了，然后我很怕它就是会碎下来，然后我们会受伤这样子。对，然后当下我就很感谢主，那时候也跟朋友在车里面聊天，然后。对，就是因为那时候我觉得蛮糗的，我就说完蛋了，很糗我就还在找口罩，因为想说那个被救护人员救出去，口罩要戴一下，对，对，然后我们也是自己打电话报警的这样子，因为还拿得到手机，对，然后就是救护人员来的时候也说，有没有受伤，要不要就是上救护车，然后我们都就说都不用。对，都不用上救护车，因为我们都没有事。你们能相信在高速行驶，在国道上撞上分隔岛，翻滚了3圈，仍然毫发无伤吗？我连一根头发都没有伤到，我们没有撞到，也没有皮肉伤，也都没有，真的很奇妙。就是感谢主耶稣爱我，也爱我的朋友，保护了我们。这是何等的恩典！当魔鬼要索讨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当魔鬼觉得要得逞的时候，要把我们带走的时候，主耶稣出手搭救了我们。谢谢耶稣爱我们。这是最后面车子就是整个毁掉，对，最后也直接就是做报废，就是我们那时候好像到台中交流道那里，就是一个报废厂，就把它报废掉。那我们也继续一下我们的旅游，我们就还是去吃大餐，然后我就把饭店退掉，订更好的。对，然后当下我也继续在那个健身房跑步啊什么的，对，感谢主，对。然后其实我本来不是那么想要做见证的，因为我觉得都过去了，而且就觉得没有什么好见证，因为我也不是很爱讲话那种，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能得罪我的神，我惧怕我的主，我知道我必须为主耶稣做见证，我不能白白领受他的恩典。这个经文是我今年抽到的。对，每年过年的时候啊，我们就是会来教会嘛，然后牧师会给那个经文的红包。我真的超期待，每年都很喜欢抽这个，因为我都觉得是神每年跟我说的话。对，那时候我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真的很感动。雀鸟盘旋护卫，万军耶和华也必照样保护耶路撒冷，他必保护拯救，必逾越而搭救。以赛亚书21章5节。谢谢主耶稣的拯救及恩典，我要在敬畏你的人面前献上我许下的愿。我要一生一世爱我的主，一生一世奉献及服侍我的主。我要歌颂赞美我的主耶稣基督，直到永远。
愿主耶稣所赏赐的平安喜乐与众会友同在，一切荣耀归给我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赞美主，阿门。主啊，你总能在人群中一眼认我，即便是迷途羔羊，一无所有。主啊，你总能坚定地牵牵我走，即便人生路难行颠簸，我渴慕与你同频同行。路马却与你翱翔天际，满身伤拥我入你怀里，这恩典无法比拟。你出手搭救，毫无防备的我，在我流泪软弱，你是我所有，我总在舒适与否，你却用力爱我。感谢你温柔双手，永不放弃的拯救。主啊，你总能在人群中一眼认我，即便是迷途羔羊，一无所有。主啊，你总能坚定地牵牵我走，即便人生路难行颠簸，我渴慕与你同频同行。路马却与你翱翔天际，满身伤拥我入你怀里，这恩典无法比拟。你出手搭救，毫无防备的我，在我流泪软弱，你是我所有，我总在舒适与否，你却用力爱我。感谢你温柔双手，永不放弃的拯救。你出手搭救，毫无防备的我，在我流泪软弱，你是我所有，我总在舒适与否，你却用力爱我。感谢你温柔双手，永不放弃的拯救。你出手搭救，毫无防备的我，在我流泪软弱，你是我所有，我总在舒适与否，你却用力爱我。感谢你温柔双手，永不放弃的拯救。出手搭救，毫无防备的我，在我流泪软弱，你是我所有，我总在舒适与否，你却用力爱我。感谢你温柔双手，永不放弃的拯救。
感谢主，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其实上帝每天都在我们的身上做工，只要我们用眼看、用耳听、用心去感受，我们会知道，在上帝的作为里，处处充满对我们的慈爱。如果你对上帝的爱有疑惑，如果你对上帝的作为充满疑虑，那么请看看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当我们定睛十字架上的耶稣，耶稣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在基督里，没有谁比较幸运，谁比较不幸运，没有谁是比较被爱，也没有谁是比较不被爱的。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痛苦的际遇就否定自己，否认上帝，更不要因为自己得不着满意的答案就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怀疑上帝的全能。请定睛看看十字架上的耶稣，若硬是要去比谁是最无辜、最凄惨的，那么我们想，没有人比耶稣还要凄惨，还要受苦，还要无辜。不论我们的际遇如何，在耶稣牺牲的爱里，我们都是值得被爱，曾经被爱，也正在被上帝爱的人。趁着我们还有时日，趁着我们在世上还有我们的时日，要好好把握可以爱上帝的机会，好好把握可以与上帝同行的机会，要好好把握彼此相爱的机会。我们一起来祷告。至诚的爸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疼赢过死亡的权势，你所享受的平安，也搬过咱人所想会到的。踮伫你的疼，阮的心拢无惊吓变迁。愿阮的一生通踏实去，用对你的信心，甲主同行，为主做干净。阮的祈祷拢是靠救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信息348首，我踮伫主的疼叹，我踮伫主的疼叹，会众请起立诗。是所是为
奉献，咱请何塞同工。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报告，伫报告的诞生，咱先来介绍，咱今日有景美教会我们的郑宏竹长老和他的儿子郑杰一起来参加我们的礼拜，我们拍拍手。真欢喜会当来到阮斗阵来参加咱的聚会。还有一位新的朋友是香港人，他是黎之宏吗？黎之宏，好，我们拍拍手。哦，黎宏，好，我们来欢迎他。好，我们咱做伙来看周报，来看教会消息。好，一项本主日是音乐见证的福音主日，由建成乐团担纲2场礼拜的活塞。感谢福音的亲友一同前来见证主恩，愿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众人同在。第2项，本主日下晡2点到4点，咱建成篮球的联盟要进行冠军赛，欢迎前往建成国中的体育馆观赛。为着本堂的青年，为着球队里的后营球员来加油打气。第3项，本主日下晡到10月26号，2位牧师要陆续参加中会教社部举办的高龄关怀事工同工培力课程，在泸州，以及中会传道部举办牧传在职的训练，这是在礁溪。第4项，2023年度主日爱餐的任献，请各位兄弟踊跃响应。一个单位是3000元，每周会开放2个单位，任献请直接交予干事登账。具体消息，我们江玉秀姐妹的
10月20号，上午安息主怀，享年87岁。愿主安慰遗族。要伫11月8号上午10点，伫二滨至善一厅举行告别礼拜。火化后随即安葬于林口鼎福陵园。为方便家属安排相关事宜，要参加告别礼拜或安葬礼拜的兄弟，请至1楼登记。奉系明细，咱请家己来看。上营信息511首，阿罗上帝至悬至尊，阿罗上帝至悬至尊，会众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扶持甲帮衬，互恁的一生拢会当见证主的作为，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主，求你使用我，主差遣我。是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大伸手，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累呀，总会呀。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哈利路亚，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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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一起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累呀，总会呀，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